乡亲啊，今仔日元旦，总统府的升旗典礼，真侪民众来参加。蔡总统即届唱国歌是一字一句唱甲真完整。典礼结束，早起的8点半，总统来发表新年谈话，讲民主甲威权无法度同时存在伫一个国家。啊，针对中国批评台湾，三读通过反渗透法。总统讲，反渗透毋是反交流，问题毋是伫咧定法律的国家，是北京是毋是会当停止渗透的行为。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陈建仁、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甲台北市长郭文第一行人，伫总统府前舞台顶向民众致意，煞来唱国歌。蔡总统唱完几首国歌，煞来升旗仪式伫6点半登场。2020年第一天，真侪民众聚集伫舞台前，做伙感受这刻。伫镜头前，蔡总统甲郭市长两个人无互动。伫典礼结束了后，蔡总统伫早时8点半发表2020新年谈话。我要先祝全体的国人同胞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。媒体嘛提问，就伫前一天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澳门为例，讲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。我要感谢所有的台湾人民，给了政府最强大的后盾。我们没有屈服，我们很明确地告诉全世界，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。在变动中的区域的情势那对任何的领导人来讲，设定时间表其实是不可能，也是不智的。美联社记者马浩基，确实作为在中国压力的第一线的台湾，而且是渗透跟介入活动不断的这个台湾我们确实是需要这一个法律，那么让台湾可以更安全。蔡总统强调，问题无伫立法律的国家，是北京是毋是当停止渗透行为。伫2020年第一天，总统伫数十个媒体镜头前强调，中华民国国家主权免会被挑战，台湾的民主自由免会被侵蚀。元旦一透早，总统嘛伫总统府大厅发送春联，互元旦排队参访总统府的民众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